近日，埃萨接连发布6条严加管控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定，也在脑机系统行业引起轩然大波。开着吧。很多人认为此举会天气凉了，科技发展，咱们吃点热乎的去吧。我们要看要不到另一面，还去上次胜利街那家火烧店？并不必长出一双手。再转转。再来看一则快讯。呼叫307巡检组，33路公交车内有乘客脑机系统故障报修，请立即赶往现场。307巡检组收到。豫州医生为您服务。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我太太她脑内画面突然不稳定，而且没法关机了。我手环都摘了，还是关不了。这怎么回事？车上没有大夫，别碰他，这个是癫痫，我姥姥。检查椎动脉供血，优先排查4号脑急诊。留意呀。先生，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怎么办？那车上有没有大夫？哎，非洲医生，他没事吧？能行吗？不是修脑机的呀，必须马上实行电击出站。接受司机宗教总台，我是绿洲外勤医生张小泉，呼号87315。车上有乘客癫痫发作，引发室颤，请求进入驾驶舱，连接外接电源抢救。一会儿到站得送医院吧？对，送医院吧。我是绿洲医生，现在抢救病人需要使用车载电源。好。293号外科医生指导，您所在的公交车动力车头发生故障，请立即下线。快救人！能听见吗？不用担心，我看得见你。好，听到你了。现在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土一。很好，土一，你能站起来吗？能的话，接下来照我说的做。看到车厢里那副外骨骼了吗？看到了。启动它。外骨骼在这人身上呢。后背有个重启按钮，按一下。重启速度很慢。没关系，很快就好。先听我说。等重启好了，你就穿上它，爬到车顶，拼命跑，往车前面跳灯，跳多远跳多远，这样就能激活紧急制动系统，车会停下。别担心，外骨骼会全程辅助并保护你的。
我做不到。别紧张，来，先穿上外骨骼。脑机系统会指示你每一步的。距离撞击障碍物还有800米。还没下去。你必须做到，全车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上，我们都靠你了。没时间了，你在听吗？上去了，但没穿外骨骼。什么难嘛？翻个火上能烫成这样？除了我，谁还要你个废物？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毛病，这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啊？这不是真正的困难，简直……你可以的，现在都取决于你，我们全靠你了。这不是。每次看都很震撼。啊，涂先生，那我们回到主题，请回忆一下，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出现过幻视、幻听之类的情况？啊，放心，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严格保密。我们现在严重怀疑，在事发当晚，你因大脑受损而导致认知失常。看来，你之前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无法作为参考证据了。鉴于你精神状况存疑，之前的问询记录全部作废。本案会重启调查程序，也请你随时配合。绿洲以为能侥幸过关，实际上是在作茧自缚。这次重启的可是另一桩案子了。希望这根红线只是勒住了绿洲的脖子。这么着急什么事啊？我这刚下飞机。应该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就这样办。这个会议很重要，一定不能大意啊！都可能去世界了。今天的会议很临时，为提升绿洲医生对脑基站维修的效率，我们将开启一项实验研究。
利用癫痫患者服药后产生的镇静效果，阻抗潜入脑宇宙时的电流干扰。如果实验成功，可以提升绿洲医生在脑宇宙内的移动速度。因此，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了合适的志愿者来帮我们完成实验。这3位是第1阶段的受试者。这个实验经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了吗？已经拿到了艾萨批文。我得提醒你们，这个实验大概率会失败。阿曼博士，您可能是离开核心部门太久。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早就进行过大量的模拟测试了。希望您把精力放在海豚的硬件保障上。老阿，你的顾虑我了解，但实验必须做，即便最终失败了，那也是来之不易的经验。我也有个问题，筛选受试者的标准是什么？这份名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以8周为基线期，受试者必须部分性发作至少在8次以上。我就是想问，为什么偏要选这个人？他是癫痫病患者。他各项指标都正常，明显不是普通的癫痫病。在这次公交车的事件中，我们意外发现了涂毅具有超低的脑电水平，甚至比普通癫痫病人的更低，所以也列在实验范畴之内。没其他问题了。那就这样决定吧。还是按原计划走，一定要保证受试者的安全。系由绿洲外勤队长张某在工程抢修中操作失误，导致车辆失控，涉事人员也因此受伤，致使成伤。我东西呢？让你姐姐收走了。我姐，我还不能出院。绿洲说让我参加实验计划，如果我能上车。系统检测电路故障，将启动自我修复。如果通过实验，刘主任说有机会按照特殊人才培养，我就不用在火烧店里。为您推荐最优电路，预计需要。你的病情很特殊，如果实验刺激过大，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这几年药刚开始见效，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大家的辛苦都白费了。说话。行了。如果拆下智能系统，行驶在城市智能道路上，这事不聊了，就当我求你，别去。我身体没事了，你送我回店里吧。来，服务员，一个火烧一碗子弹汤。得了没？一个火烧一碗子弹汤。就得了。韩继梦快干饭！你要会派犯病发灶里的，我可不配啊！下午单子多，他医院都开了假了，跑回来干什么？当劳模啊？我不是怕后厨忙不过来吗？哼。我们是绿洲的，请问涂毅在吗？没接人，吃货是里头走，早上去派出所。他要是回来了，通知我们。哎，我在呢。七根回去。狗哥，哪根想清楚了？正好。回去。你不可能。谢谢狗哥。辛苦各位主任医师，我们的测试即将开始。
这不是拯救公交车的大英雄吗？这次测试风险很大，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我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你。我们见过面吗？受试者准备就绪。实验开始。脑肌肤孵化开始。脑肌肤序列转完毕。脑肌肤脱离基站内核。脑肌肤生长完毕。意识镜像已导入。受试者脱离脑基站，屏蔽胶质细胞层，屏蔽血管层。出舱完毕。测试开始。受试者已到达指定地点，绿洲医生已到达指定地点，脑基站出牙完成，请绿洲医生开始关闭脑基站。脑基站外皮已切割完毕。脑基站外皮细胞已开始凋亡。准备压缩13号脑基站内核。手动压缩已授权，请一定小心。开始手动关闭内核。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像把手埋进泥里一样。压缩完毕，已开始磁力牵引。13号脑基站已完成压缩。绿洲医生即将前往偏离区，请受试者在此开始短距带电滑翔测试。现在进入低电压轨道。已达到绿洲医生所承受电压极限。这是你的极限了，请受试者尝试潜入更高电压区域。3位受试者生命历程正常。看来他们的特殊性不仅提升了飞行速度。2号受试者被推出了电场。模拟系统中的受试者怎么可能被电流反噬？怎么会这样？他们会死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是模拟系统，不是说可以随时终止测试吗？继续下沉，模拟测试不会有危险。这是活人的脑。心智鱼群正在请尽快采取措施。总控，心智鱼群只会出现在真实脑宇宙中。明显有人严重违反了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我拒绝参加这样的测试。01号绿洲医生要求退出脑宇宙。可他们……同步，01号绿洲医生要求退出脑宇宙。海西收到，同意下令。能确保受试者安全吗？可以强行退出，可是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心智鱼群的出现影响了信号，现在应该立即停止测试。不行，无论这个人是谁，如果不能及时将脑基站复位，都会对他的脑产生伤害。那个绿洲医生人呢？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先完成测试。救我！检查呼吸，快！信号恢复，发现图翼了。它竟然飞了这么远。
能联系到他吗？可以，但信号很差。我在。请保持冷静，你现在正处于真实的脑宇宙中，并且已经进入狼飞劫放电区。这是什么情况？这是狼飞劫将进行大规模放电的预兆。我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就地抛弃脑机站下线。但脑主会怎么样？如果你现在下线，从而导致脑主面临生命危险。没别的办法了吗？3号受试者，我们对你的善意表示敬佩，但我们首先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将损失降到最小。还记得刚才的心智鱼群吗？你需要在1分钟之内找到一股心智鱼群，让他们包围你。他们的存在会让脑机站安置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只是你被心智鱼群包围的同时，会受到较强的冲击，被驱逐下线，你的脑也会遭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你有权拒绝这个提议。刘主任，他们好像没有发现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鱼群吸引过来？我现在为你接通更强大的电流，你可以将尖头的电棒扔出去作为诱饵。成功了！3号受试者和脑机站都安然无恙。为什么我没有被驱逐下线？这怎么可能？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你想完成这个任务，那就以最快的速度将脑机站带回复位区域。脑机站自动展开的临界时间快到了，你必须拿出最快的速度。收到。艾米，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脑宇宙中的鱼群数量特别稀少，包括刚才包裹图一的那个，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且他的脑电波也异常低下。这个脑主究竟是谁啊？老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总工，情况是这样的，就在2天前，我们接到了一起极其特殊的故障报修。这3幅画来自于白杨市一中美术专业的3名学生，他们在创作这些画时，分于不同的考场，但却画出了完全一致的画作。而这种意识错乱，很有可能就是基于我们的脑机系统传播的。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考试前参考了相同的作品？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情况，但显然这些画作远不止相似这么简单。此外，那3个学生当晚就在那辆失控的公交车上。公交车事件发生后，艾萨在车内检测到了十分异常的脑活动数据。我们也对当天公交车上所有乘客进行了检查，除了事故发生前就已经昏迷的人员外，乘客们都出现了心智鱼群稀少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
而这3个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也和一些科研组织揣测的所谓蜂群症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太离谱了。根据凯文·凯利对蜂群思维的定义，这种类似蜜蜂和蚂蚁的行为特征可以总结为：个体完全独立，目标高度一致。凯文·凯利只是个杂志编辑，他说的话能信吗？脑机系统是我们几代绿洲人的心血，也在社会生产当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彻底查清原因，解决问题，绝不能让社会对绿洲的技术产生质疑。今天这场公开测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验证我们所猜想的问题。因此，测试启用的真人脑宇宙正来自于公交车失控案的肇事者张小泉。脑机站已到达指定位置。本次实验已经违反了埃萨的科学伦理规定，但为了查清蜂群症的真相，那也不能使用活人的脑进行试验，必须马上终止。有2股心智鱼群正在向同一方向游移，位置就在图一附近。2股鱼群一般不会向同一个方向移动，它们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吸引。如果我们能够追踪鱼群的去向，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现在脑宇宙中的环境极不稳定，贸然行动可能会让受试者再次陷入陷阱。公交车上的所有人都在事后的1周内逐渐丧失了心智鱼群。张小泉因为脑负荷降低，才会有心智鱼群残留现象。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愿意试一试。3号受试者，这个行为非常危险，我们会派专业的绿洲医生去完成后面的工作。你马上。刘主任，时间恐怕来不及。张小泉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出了这件事，如果能查清楚，对我也不是坏事。图一，我已向你发送鱼群的位置，请一定注意安全。收到。看见了，他们的速度太快，能再飞低点。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放电量为什么这么大？它是不是超出安全区了？没有，但胞体和轴突的放电量都出现了激增，这怎么可能？电涌还在增大，图一，快上升！受试者被电涌淹没，但他并没有掉线。快组织抢救！怎么回事？折手！
没有发现图一的踪迹。在他消失的位置，微管出现了异常波动。阿公，我想你的猜测是对的。有什么发现？你最好过来看看。看来这些心智鱼群正在牺牲自己，对抗这个变异的胞体。图一的脑电超过负荷，生命体征开始下降。拔线吧，至少还能留口气儿。等等，理论上也不是没办法。他能掉进去，就一定还能出来。如果有人掉进井里，你会怎么办？那就扔根绳子下去，拉他上。对，而且绳子要能到达井底。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图一在哪儿。微管纤维属于更微观的维度，而在脑宇宙里还有一种东西也处于这个维度。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绳子放进微管里，只要维度相同，就能把图一拉出来。脑基站外皮开始剥落。他在干什么？他要扔根绳子下去。时间有限，这里交给你了。外皮细胞已凋亡。阿曼，你疯了吗？对，15年前我们就疯了。在我们把20个海拉细胞植入人脑之后，还有谁不疯呢？脑基站还没被收缩，你这样下去不光自己受损，脑基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电量。拼一下，比后悔一辈子强。警告：脑基服 RNA 严重受损，请即刻退出系统。图一，刚才我说话太重，你们别往心里去。那些学生就是因为那个变异。现在怎么办？炸了他，
总控，把功能电开到最大，输送给我们。明白。但是功能电击中神经元后产生的电流冲击会非常大，你们要在爆炸的同时下线。开始传送高爆电流。高爆电流传送完毕，准备投掷。3、2、1。郎宁来了，坐。你师父这事儿啊，集团上下非常重视，所有善后都是一把手亲自在抓。哎呀，培养一个优秀的绿洲医生也不是3年5年的事情。我和小泉是同一批来的绿洲，这事儿放到谁身上，都不是过得去的坎儿。但咱们还得往前看，你说是吧？刘主任，你是什么意思？你师父这一伤，短时间又没人能跟你搭档，不如趁这个时间做些轻松的工作。最近就不要出外勤了，啊？行，正好我也想歇歇。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等等。小狼啊，之前的实验你也参与了。癫痫病人在脑宇宙中展现了十分惊人的天赋，这一点完全可以运用到优化绿洲医生在脑宇宙中的工作效率上。你这些年的工作大家都看得见，集团对你的成绩也是很认可的。接下来这个新项目交给你负责，图一归你带。这个房间你一定要记住，这是以后你最有用的地方，千万别走错。绿洲的环境我已经带你参观完了，接下来工作听艾米安排。你知不知道你这种病根本就不具备参加工作的条件？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让我以测试员的身份参与项目。现在我就是你的搭档了。以前你师父怎么带你，你现在就要怎么带我。一名合格的绿洲医生需要具备临床医学工作经验以及计算神经学博士学位。你充其量就是一个模式生物，跟那些小白鼠、细菌、蘑菇没区别。有什么资格和我搭档？这是你师父张小泉教你的。师傅这2个字你不配提，张小泉这3个字你不能提。怎么，想动手？来呀！我很羡慕你，总能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事。但并不是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能像你一样有选择的权利。说句大道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我和你不一样，我甚至没有权利说不，我只能选择保护自己。谎言不能保护任何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实话的。啊，对了，还有最后一个实验设备，你自己参观吧。
我在你师父脑子里看见公交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奇迹降临在我的梦境，烟花中的秘密，连接着无限未来和过去。延绵刹那之间，生命的文明被改写重叠，新的世界在无尽中睁开双眼。真实的说并无恐惧，黑夜正在蔓延，等到一切混沌分裂蜕变，挣脱边界，然后开始新的明天。别反抗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母亲乌梅和你。